KKPad 10.1云端伴唱点歌机，蓝牙 K 歌音响组，这绝对是目前市面上性价比最高、功能最齐全的点歌机组合。不论是你喜欢唱歌、追剧、看电影，还是玩游戏，这台机器都能够完美满足您的需求，真正实现一机在手，娱乐无忧。10.1寸大的尺寸触控萤幕不仅显示清晰，触控反应更是灵敏。最令人惊艳的是，它可以双屏一显功能。可以将画面同步输出到你家的大电视或是投影机上，只要用手机扫描 QR code， 就可以立即将手机变成遥控器，躺在沙发上就能轻松点歌。这个精心设计的蓝牙行动 K 歌音箱，输出功率高达30W 加30W， 低音非常的浑厚，高音非常的清亮，音量的表现绝对是让你惊艳的，而且体积非常的轻巧。随机附赠的专业级 U 频无线麦克风，也是采用最先进的无线传输技术，让你的歌声可以清晰无杂音，100%台湾组装制造的。从研发到生产都经过严格的品质把关，让你买得放心。况且他们还提供完整的售后服务以及长达1年的保固期。亲爱的朋友们，生活是需要音乐来点缀的，快乐需要歌声来传递。这台 KKPad 10.1云端伴唱机不仅能够为您带来无限的欢乐，更能够成为凝聚家人感情的最佳帮手。所以现在就赶快行动吧，把这台全能娱乐神器带回家，让每一天都是充满美妙的旋律。